工程部前人是跟前导工，温到运工，请坐下。全人晚安。希望天人世界，咱今咱会先在此咱共同学习咱六坛经吼，咱进行这个讲座当中，咱已经讲到第9篇吼。第9篇的内底当中呢，伊迄阵讲到这个每一天。伊相关的这个因缘啦吼，不可能因为有一寡物件必须再甲咱做一个修正一下吼。有人学校的当中吼，经过对历史这个经济典故做清楚，经过咱学校做一个查证，因为2000年法改内底当中，和年代无关系。但是年代毕竟有一寡物件，咱学校毕竟咱讲无清楚吼。当然，大家拢知每一天啦吼，每一天，因为伊当时伫迄个唐代唐朝啦吼，伫唐代的当中啦吼，是咱中国咱伫当代中国史上。较开放的这个朝代啦吼，因此出现了中国唯一的女皇帝这个女皇帝。每一天本来是咱唐太宗啦吼，唐太宗的妃啦吼，唐太宗啦吼，唐朝太宗因为这三人，咱学校。毕竟先，大家先了解一下哈。应该大家这个唐太宗，这个咱人这个李世民嘛吼，李世民嘛吼，这个唐高宗叫做李治啊吼，李治啊吼，这个迄个唐中宗。叫做什么啊？咱我记点吼，中宗有一个这个李宪，这个李宪唐睿宗啦吼，叫做李达，这几个人安尼大约也是应该是这4个角色。但是咱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每一天，就是因为李世民的这个妃啦妃甲夫差一点。若要甲讲起讲，迄个咱中国有372医院啦
但是因为正式迄个叫做迄个雨啦吼，一个剩两会使叫做即个菜花啦。菜花若要甲讲起来，以咱正社会咧讲，差不多细年嘛吼，伊的结束再差一个安就对啦吼。咱李世民的即个花啦吼，足伊年轻，因为伊少年足水的啦，聪明过人啦，加上伊善解人意吼，即个武则天即个人啦吼，真厉害，对伊真好，所以呢，各位太子李治这个太子太子就是因唐太宗的囝，李世民的囝，叫做李治。讲这个虽然伊是伊的花，但是了后当时因为这个李治对李和这个武则天，到尾来当李世民死了后，伊这段讲就是讲，这个这个太子李治继位后即高宗就是变讲这个。这个是啥物人呢？这就是李世民，的这个小尾仔囝对啦，因为李世民到囝，这应该是李世民小尾仔囝，安尼对。这个李治，李治当中呢，因为当时看到的时阵啦，这个花就是武则天啦，那真水啦，真水啦。武则天呢，迄个因为伊创立位了后，伊即高宗所以请来决定终身啦因此呢，高宗先将武则天安置于迄个监察室，就是讲，因为伊是伊的花，但是伊了后，因为这个李治来接任老爷位了后，李世民伊这个武则天，含这个啦这个囡仔咧决定终身，这个定终身是讲含义？这个过定终身就是讲要甲传了，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应该是应该讲因此高宗呢，先将武则天安置了，因为这个高宗呢，李治武则天，因为当时伊还未出来时，安排伫迄个哪呢？监察室监察室伊甲安排伫即个内底，安尼就对啦因为人讲咧修饰台湾啦，出家为尼啦。在等着当甲宴会，等到迄个机会到等甲宴会啦。但是伊夺了雨啦雨位啦，武则天对这个佛学的作业啦便是在出伊出家期间啦出家期间伫安乐寺这个修行得到伊佛学啦所以呢，咱虽然讲武则天伊到尾啦有16年的这个武后啦咱这个创建16年的位啦但是呢，伊对佛学伊对迄个佛学嘛真厉害啦，对学习佛法伊嘛真用心啦，所以咱咧经典出了一部无上甚深微妙法，一千万劫难遭黄金定论一时之。原解如来真实，这段当然就是因为武则天体悟出来的一段道理啦武则天，咱嘛知影讲的时阵啦这个做武则天有这个才华超人加上高宗身体欠安啦高瞻掌握了大权啦事必拥亲定高宗去世后啦立李显为中宗啦。这个死了后，李显为中宗。
这个理县就是什么人？这理县就是理地，这个理地呢，这个第七囝，第七个囝对啦这个为中宗啊，中宗因为性情非，这个分配就是讲，因为伊就安尼昏昏迷迷的啦，无足清醒啦，伊虽然讲伊这是一个价位，但是因为伊那变个讲起来不是一个财啦，安就对啦毋是一个真正好财啦，是非不清啦，积财不久呢，就去互这个武后武则天甲所废，甲废掉这个李显啊，这个李显甲废掉了。那李显废掉的当中呢，立这个尾囝，这个讲上尾仔囝就是李达，这个李治，这李达就是李治的上尾仔囝，叫做第八子啦，为这个为这瑞宗啦，因为这个武后总是感觉因嘛还无够成熟啦，办事这个还袂当这个武后的这个认同啦，办事爱由着了武后，就是爱因老母，就三贵妇好像种吹的听这款的啦，这个采管啦，因为这个好这个武则天，大家嘛废掉李达，上尾等到武则天就废掉迄个武达，所以听连续就是李显甲李达，拢向武则天甲废掉去啦，安尼这个高宗就是含这个武则天定终身啦，但是李世民伊的这个武则天对李世民。这些物件会花啦，安尼就对啦。李世民死了后，伊大概定终身啦。那因为伊定终身了后，因为当时武则天伊袂当出面，袂当起来做皇帝嘛，伊迄是传承的嘛，所以伊当然这个李显出来嘛。李显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就是讲文脉啊，要处理国事，还无怎处理无不得叫武则天废掉去，到提发了王睿宗个李代，就是因为李治的第几囝，第八，这第七个囝，这第八个囝，安尼对啦。这个尾啊，原来叫武则天甲废掉，因为武则天因为伊是真厉害，但是伊人心物件都袂当下定去介意，安尼对啦伊西元690年啦，正式武则天称帝啦，公元6000，这个980年啦，6980年啦，这个武则天啦，正式称帝，就是讲皇帝来咧，所以咱中国伫这个朝代内底当中啦，要看到女皇帝。嘛真少啦，应该是无啦，都发武则天安尼啦所以呢，为招揽人才啦大科这个大开科技啦，专门以这网络人才啦，经创制所未有的武器啦，大疫明得着毛世在古啦，之声啦，尤其。伊的善用这个军将手艺啦，方得称为这个皇帝10年啦。结果，因为武则天当中呢，因为伊得到了这个皇帝这个位，这个武帝，受教育了后，伊就开始这个开始咧，伫这个国家的当中，伫东辽这个国家当中开始咧科选人才，如果有真正好的人才，那个。科选着安就对啦所以嘛受到人真正爱认同啦武则天一生的功过伊的功过啦讲伊过，拢参半啦，一半就对啦而一般小说咧讲啦政治家啦历史学家啦对伊有严厉批评，伊指斥啦简直可用。
咱讲火猪笔画吼，罄竹难书啦，用这八个字吼来甲批评着迄个武则天啦吼，就是讲火猪对火嘴讲出来用错的老调的对啦吼，笔画就是讲用笔去写，甲批评就对啦吼。罄竹难书，迄个罄竹难书就是讲，因为这个用尽，迄个罄就是用尽的意思啦吼。所有的这个笔摕来写袂完的物件啦，被视为叫做罄竹难书啦，应该是应该说啦吼，用八字来形容啦吼。而这个小说家，而这个政治家，而这个书法家，批评武则天就是用这八字甲批评啦吼。所以呢，因为这个言语医生善于这个体恤笔势，提拔人才啦，所以强防三宝啦吼，即由这个超人一定啦，不必入围上双重人格啦，相用迄个境界啦，讲而不为过啦，而不为过啦吼。形容为唐太宗之年号啦，吼。形容为唐中宗，这个形容啊，形容咱咧头咧形容的年号，就是对这个中宗啦，这个咧讲啊，吼，伊的年号啦吼。所以呢，因为这由于武则天有多年规年的基础啦，互入唐道供养高僧大德啦。而当时洪昭进宫为国师，正是北宗的新秀啦吼。大师及这个上甲惠安大师啦，由于历史的记载来看啦吼，北宗在当代亦极盛一时啦吼。比如迄阵的时阵，迄个北宗迄个时阵嘛是方便啦吼。这个后继研发，就是讲。后继慢慢来，这个北宗的这个慢慢凋零啊，凋零的意思就是讲，伊的佛法推无起来啦，因为咱嘛知影讲是伊无继承着咱五祖这个成法，因为这个五祖的成法继无着，所以六祖所以咱过去人从过啥来想来讲一句讲，忘着因成五祖，忘不着因受天啦吼。所以传承这个物件，若是道经、易经、天命经啦吼，其实要传承传承袂落啦吼。所以当时的时阵，咱嘛知讲北秀南陵，北秀的有北新秀，南方的惠陵，惠陵就是传顿法，北这个秀学传教法，安尼嘛。但是迄阵一群人嘛拢对新秀。迄阵足侪人拢对是因为新秀大师嘛，伊当时伫迄个伫五祖这个门下内底当中有1000多名弟子，拢总新秀咧传对啦吼。阵六祖慧能，迄阵嘛无名啦，迄阵是一个看茶，一个火头棍啦吼。因为甚至呢，伊得到五祖的法了后，伊开始离开了。这个东洋寺了后，嘛足侪人捌这个六祖慧能，因为伊做火头棍嘛，嘛无人捌，伊嘛要讲起到的时阵来真经，听六祖听这个新秀大师，咧讲法嘛无机会啦，所以伊咧背后无会啦，咱嘛知影。所以伫迄阵的当中，一群人就是拢认同着，新秀，无人咧认同着慧能啦，安尼嘛。所以咱讲的时阵这个法应该是新秀经，毋是作品经。迄阵一群人就是安尼认同啊，就参照讲今日咱的修学道。咱的修学道内底当中，咱嘛知影讲，比如咱二号，就对迄个咱何老仙人，对咱三仙人，对咱周仙人，咱嘛知影这个传承的里面。但是伊咧二号搁出去的，伊嘛讲伊咧请，伊嘛讲伊咧传的物件，
伊嘛咧传正法，安尼点就是安尼啦。伫传正法内底当中，当然，咱讲安怎摸着紧，到摸着紧嘛就是你今日去传的，就是有即个哪呢？有经验，甲无经验，简单讲是安尼嘛。当时咱伫五祖内底当中，咱嘛知影讲六祖得到五祖的生法，那五祖的当中，大概是时阵甲叫爱离开，迄个整个的内底当中交代上好势，所以呢，因为然后一经一切经，万境的如嘛所以迄个当中，咱嘛知影讲，到的时阵北秀的内底当中，因为伊渐渐就凋零，因为时间到，就考虑嘛，就考验嘛，咱比如咱讲即张小甲载落，你甲载落当中，一张有紧啊载，甲一张无紧啊载落，甚至拢伫遐规甲安尼时阵你当载落甚至讲，嘛是咧，伊嘛千点袂当是安尼毋过经过一段当中，无紧的咧，当然无紧，伊就一直凋零，嘛。咱看着安尼嘛，主要是伊无紧步哩大长嘛，就翕一直到会飘。有紧的咧，伊就往下一直走，一直传，愈大，就是根本这个意思个。所以呢，伊哋当时一定人做法边人，嘛拢甲这个叫新秀。咧修，安尼点毋过经过一段当中，因为新秀袂当真正这个正法，这个时阵这个地主袂当变成成分心情法门这个地主，因此到尾含新秀去到的时阵，武则天迄个时阵，因为请因两个为人国师甲新秀大师，因两个要咧做国师的时阵，因嘛甲武则天讲。因为南方有一个六祖回来，伊一个就是咱五祖的生活。伊嘛特别白的时阵这个叫武则天讲，暗早的时阵武则天为着要请到咱六祖回来，这个大师啦请到迄个世界洗净去到这个做客，要请六祖回来。六祖回来，伊袂爱入去，伫遐做国师啦。伊就讲，我跟老迈我跟人老我迄个我也无想要去我无要认真处理，我无爱这个地位伊就讲我做清楚。你若过来当中无你嘛讲一寡这个叫变成法门互我。先就讲你大师先就大师，虽然国师讲咱会互你。我等伫遐当中，讲我听爱他，讲这物件会了解，咱会知迄物件怎大得，整个的因缘就是安尼来啦所以呢，伫这个道场内底，甲伊这个当时，咱嘛知影讲，这个六祖为人，这个伊这个尾有一阵有一地主啦，包括伫咱的富小辈的小辈地主。但是伊其中有一个叫做新会小师这个新会伫咱这个当时伫唐朝的时阵大力宣扬经书南宗之这个这个道风啦这个叫大德，奠定了正统地位的稳固的基础啦这是因为当时伫迄个这个叫当掉，伊这因缘就是这个就是差不多就是安尼啦。但是最主要，因就是当时武则天的典故内底当中呢，就是因为接落来就是因为不可能因为咱无了解很细微这样细微，因为若要讲历史的典故，同埋历史的历史赵老师伊这是历史系啦所以呢，因这读历史咧讲这物件，讲这历史较清楚安尼对。不过因为这个历史的物件，和这个叫大乘是无关系啦这个大乘无关，因为伊的历史的典故是安怎走，但是伊的大乘法是要你人生建立，变成伊的大乘法自过去到今完全拢相像。
哦，拢总相像啊，无迄个无相干就对了吼。这是因为而且咱吼就着这一年补述着这个50天伊这个经过安尼对，这是咱我这里面去查证着的物件，就着这个机会，少报给咱各位大家做参考啦吼。咱进前咱讲到这个。